后来，这个新北市邦桥幼稚园饲爱困药仔案件，拢也未查清楚。监管里的邦桥一间托婴中心互指控，疑似家也被盗贼小女婴砍这个头、膝头，还佫有对身躯来死亡。代志发生伫1年外前，受害的小女婴的妈妈透过这个监视器，佫发现托婴中心有真侪违规的行为，而且有真侪家长根本都唔知影。早起，这个小女婴的家属，立委的陪同下召开着记者会，公布着监视器的画面，来指控着新北市政府处理的过程延前行政调查，都亲像是幼稚园饲药仔事件的翻版。带囡仔林母用面罩皮砍伊的头，佮用骹手缀查某婴，都要20分钟的时间，甚至有几两摆计面罩皮往查某婴的喙含鼻啊，互查某婴一直咧拍喷，林母佮当作无看，互妈妈看个是真感。压制他将近18分钟以上的时间，一般正常人根本就受不了，甚至都会有造成闷死的这个可能性。为什么我们这个案件这样子还不叫蓄意吗？林母解释讲是要骗囡仔困，不过这含实际行为是真查甲真济，无法度接受。虽然检察官以过失致死罪起诉后之前含3个林母，不过应该定思考变更起诉法条，真做是杀人罪，换一个公道。新北市政府草率的稽查以及多项的行政缺失，请求监察院的监察委员们，请你们务必一定要介入调查不当的照顾的行为，但是新北市政府并没有进行的任何的调查以及裁处。王婉如批评侯友宜一直咧发声，爱教育局通报，随请检调查。婆婆看到新北市政府认为家己并无行政调查职责的错误观念，呼吁中央和地方都应该注重囡仔问题，让囡仔当好好大汉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